11月19是联合国世界公厕日的日子，市府环保局特别伫公厕日的前一天办理台南市绩优公厕颁奖，为台南市列管的5722座公厕当中，评选出金、银、铜以及最佳优胜公厕。今年的评比总共有15座公厕得奖。1119就是世界厕所日。这个世界厕所日像119一样人生有3级那上厕所是1级，所以厕所的安全干净是大家所重视的。台南作为一个观光城市，没有理由不把公共厕所做好。我们现在有管制、有列管的公厕有5722所，那我想说这个部分非常谢谢我们的公厕的清洁人员。也有赖我们全体市民还有使用公厕的使用者共同维护。当我们发现公厕如果有肮脏脏乱的时候，赶快去跟这个公所或公厕的管理单位联络，那务必要让这个公厕做得很好。那我想说这个部分是我们的，有人说马路是市政市府的城市的门面，但是我觉得公厕也是，所以说很希望说借着这个表扬，一方面让大家重视这个问题，一方面也肯定许多做得好的人。在东区育成里活动中心的礼仪公厕，不但会让看到美丽的插画，还有人工立墙以及声音提醒等等，后来使用便所的民众拢感觉到规划用心。一进去，它有一些语音导览，然后整个视觉都是非常的鲜明，然后在标示上也非常的清晰。尤其是里面的公厕非常的干净。对，那在使用上会觉得，即便是一个那么小的空间，我觉得很被尊重。我们所谓的礼仪公厕呢，是更人性化的一个方式，也就是在设施上面呢，比如说我们男性的脚踏板的脚踏的位置呢，有一个固定的位置，不会让这个尿液呢随便溅洒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如果说有女性朋友呢，她有带小孩子等等，这些呢在帮小孩子能够换尿片啊，或是这些清洗工作的时候呢，能够更方便。除了颁奖肯定，对着维护不良的公厕，环保局也会强制清洁人员以及管理单位参加教育训练，学习公厕清洁技巧，并会加强负责。若是阁无合格，就会开单处分。台南市今年已经有5件被开单，种种的作为，就是希望会当提升咱市公厕品质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